床邊餐桌的使用方法。床邊餐桌喺院舍係常見嘅家具，不如我哋了解下佢嘅使用方法啦，好唔好啊？餐桌有幾個地方我哋經常會使用到：台面、升降控制器、輪鎖。升高台面的方法：一隻手將升降控制器向上拉，同時另一隻手要按住台面，避免台面上升過急。去到所需高度，放開控制器。降低台面的方法：一隻手將升降控制器向上拉，同時另一隻手放在台面上面，用力將台面按下，去到所需高度，放開控制器。我哋建議大家使用雙手轉移餐桌，轉移後鎖好輪鎖。我哋而家講下點樣將餐桌推到床邊使用。先調節適當嘅高度，慢慢將餐桌推向床側。轉移餐桌時，不要碰到床底。如果需要調節高度嘅話，一定要與院友保持安全距離。調校高度時要慢慢咁進行，台面唔可以高過院友嘅膊頭。另外，避免碰到床欄和院友嘅身體。台面與院友嘅距離係自然能夠伸手拿到物件，而且要避免過近或者碰到院友。然後將輪鎖鎖好。使用時需要注意嘅事項：不要承載過重物件，停泊好餐桌才可以放食物，不要胡亂用作支撐，留意身體蜷縮嘅院友，喺移動或降下台面時容易撞到院友。轉移或下降台面要留意院友肢體。提醒院友轉移餐桌要找職員幫手，職員要定時留意院友使用情況。泊好餐桌後要鎖好輪鎖。過程中如果遇到問題，請尋求職員協助。多謝大家收看。